今天我准备了一副刀叉，我要送给柯市长。我提醒柯市长，你不要用刀叉吃人肉。请那个柯市长，你不要吃人够够，当假人告告啊！那个王远，请你不要送出来，请那个东西有危险性。没关系吧，刀叉。我那个现在刀叉不是凶。那个危险性还是不要在一起好，拜托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议长，各位同仁，这2个半月的休会期，柯市长的美梦、市民的噩梦悄然发生，民众党成立了政治骗子组成的诈骗集团。现在整个台北市政府俨然成了柯文哲民众党的中央党部。从创党的第一天，柯市长消费市政资源无极限。创党的第一天就党政不分，市府的幕僚官员们不明就里的成了人头党员。更夸张的是，联合医院的资源人力也被拉进去。市府、联合医院、民众党、府院党一家亲。天哪！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正直的幕僚官员们目瞪口呆。紧接着要参与2020大选了，柯市长进一步的把局处长拿来装点门面，列为不分区立委，然后把明星幕僚们当成车手，推去选区域立委。这些正直的幕僚官员们，其实他们多数敢怒不敢言啊，他们只能任由柯市长摆布。但是柯市长对市政资源这么肆无忌惮，巧取豪夺啊！这是名副其实的吃人够够，假人够够了。吃市民够够，吃市府同仁够够。我们全体市民，辛苦工作，认真纳税。市府幕僚官员奉公守法，努力从官，柯市长欺负他们的善良，利用他们的厚道。所以，柯市长，你曾经说过，财团是用刀叉吃人肉，你现在的行径就是用刀叉吃人肉。所以我今天我准备了一副刀叉，我要送给柯市长。我提醒柯市长，你不要用刀叉吃人肉。请那个柯市长，你不要吃人够够，当假人告告啊！那个王远，请你不要送出来，请那个东西有危险性。没关系吧，刀叉。我那个现在刀叉不是凶。那个危险性还是不要在一起好，拜托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那个有危险性还是在我们场这里，谢谢。接下来请会主委员。我们今天。